真係令人沮喪嘅。史密先生，我已經好多日冇遇到寶藏或者歷險啦。睇下，好犀利啊！大家睇下。そうだわ。そうだわ。天啊！做乜天啊？做乜啲做乜天啊？做乜呢？嗰條唔係海藻嚟㗎，小高，嗰條係巨型嘅斗徑。知嘛？呢啲斗徑令我諗起我細個嗰陣聽過嘅一個故事啊！哦，唔係又係你嗰啲童話故事啊嘛？呢個你中意聽㗎，船長。從前有一棵好巨型嘅斗徑，而佢仲會帶你去揾啲好珍貴嘅寶藏啊！好珍貴嘅寶藏？冇錯啊！個故事仲話有隻識生金蛋嘅鵝添啊！收足，同我即刻去海盜島嗰度，我哋要爬上去嗰一棵斗徑上面啊！激氣啊！又係嗰班討厭嘅細路海盜啊！點解佢哋會導線嘅咧？聽唔聽到啊？前面有啲金凳嘅我哋啊！我哋快啲爬上去啦！爬緊啦，船長！你哋想象一下，如果我可以捉到嗰條鱷魚嘅話，之後所有嘅金蛋就屬於我虎克噶啦。只有今天最令我覺得的，注定這個不對的，就是對不對的，都對的，不對的。啲鱷魚亦都唔中意你啫。你講得好有道理，所以你一於去幫我捉條金鱷魚翻嚟呢？你估我係你咁冇用兼且咁冇膽咩？救我啊！師都弊啦，呢條鱷魚好惡啊！我哋點算好啊？我慘啦！記得做這個呢，絕對就不對的，不對的，不對的。知嘛？有位好有智慧嘅老海盜講過，音樂絕對係能夠打動惡魔嘅靈魂噶。啥？知啊！即係話音樂會令條鱷魚冷靜翻咯，好快啲啦，小高！Where you are, crocodile night。嚟啦 ，BB 蛋，唔好理媽媽啦，過嚟爸爸度先啦，我啲心肝寶貝 BB 蛋。而家咪係咯，真係討厭啊！船長有麻煩啊，手足。手指就像左切頭的這份姐姐，妖！唔制！激氣啊！好弊啦，好弊啦！今次弊啦！而家點算好啊？船長跌咗落懸崖下邊啦！除了這幾件就算了，其他這種不是做不得的。
船長，好彩你冇穿冇爛啊！我就梗係冇事啦。快啲趁嗰條鱷魚翻嚟揾佢啲 BB 之前離開啊！做咩啊？爸爸！芝麻手足，雖然我哋今日揾唔到寶藏，但係起碼我哋都可以安全咁翻嚟船上邊呢。這樣做，世界上附近的宿舍不知道的對吧？你就以為啦？頭先我哋落嚟嗰陣，都不知揼到我個屁屁幾咁酸痛。留翻啲冰俾我啊，船長。